这个世间的迄道是讲第一个店中面前两百年，这个前途两百年，阿爸那个日礼拜日日讲从球赛面前是讲第两百年不派到，但是上帝嘅福音講是講啲嘅經書，係耶利米亞29節這樣講到，因為愛鋪排將你嘅前途前面兩百年，上帝講，就係佢鋪排本是講，佢安慰將本是講平安。唔咩傷害自家嘅，或者講仰望上帝，相信上帝，佢鋪排自家嘅前途前面要平安，要盼望，要快樂，要開心。嘛，今日自家係相信上帝，自家相信佢自家嘅前途，自家嘅前面，佢鋪排將唔是講，因為是講人，是講唔知自家嘅前面人不人行動，但係上帝從頭到尾佢地手，佢鋪排本是講，而你啦，自家都係相信上帝。相信耶穌基督，佢冇鋪排自家嘅前途，冇鋪排自家嘅前面，隆重達到一天，得到嘅平安，得到嘅盼望。阿門。